哎，你好，外卖。哎，谢谢美女。哎，你们这个美团外卖是怎么跑的？兼职可不可以跑？兼职跑可以跑呀，你要跑吗？是这样的啊，我老婆在家带娃，现在小孩上学了嘛，她说跑外卖可以兼职，所以说我想问一下，你这个靠不靠谱啊？肯定可以啊，那你可以让你老婆跑美团众包呀。如果说她每天可以跑个2、3个小时左右，现在美团 APP 上面可以报那个时段任务，午高峰、晚高峰、夜宵，她哪个时间段可以跑，你都给她报名上。报名成功之后，这些时间段可以享受优先派单。如果说她不知道怎么合理规划路线，抢不到好单，报名时段比抢单单量会提升30%左右，而且骑手等级越高，每周报名的时段就会越多。别人能跑午高峰、晚高峰、夜宵，你还能跑早餐、下午茶，而且报名成功几率会更高。哦，那这个有没有什么考核要求的？放心，没有考核要求的，没有什么在线时长要求。那如果报名成功之后我跑不了怎么办啊？我试过了，这个提前24小时可以取消的，超过24小时跑不了也不会影响你之后的接单和报名。哦，好的，那谢谢美女啊。没事没事。